主后2023年6月2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主掌权做王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29篇。天界带领者的正经字啊，着将上主应有的荣光权能归乎伊，着归乎伊。着将上主的名应有的荣光归乎伊，存圣洁的心敬拜上主。上主的声伫水面底响，荣光的上帝起雷大弹。上主临在伫海洋顶面，上主的声有大气力，上主的声威严满满，上主的声拍击碧香树。上主拍喙，黎巴嫩的碧香树，伊互黎巴嫩着跳，亲像牛仔囝；互黑门山着跳，亲像野牛仔囝。上主的声互四那闪耀，上主的声互旷野摇动，上主互加德斯的旷野大震动。上主的声互罗母着惊生产。互树林的树叶落甲光光光，所有伫殿内的人拢喊讲：荣光归上主。上主设座位伫大水顶面，上主做王到永远。上主赐开力互伊的子民，上主赐平安互伊的子民。上主掌权做王。诗篇29篇就亲像礼拜听书，通分做3部分：宣调、信息以及颂赞和祝福。所以读这首诗篇就亲像在参加一场礼拜。伫第1节到第2节，诗人一开始就招呼众人做阵来敬拜上帝。佮颂赞上帝特有的属性，荣耀、大能、神圣威严，互人对无同的属性来认捌这位上帝。伫第3节到第9节，进一步讲到上帝的声音传遍海洋，伫悬大的树木甲群山，伫旷野，这也就是讲上帝的声音传遍全地。大有能力，也充满活力。经文的最后，上赞上帝掌权做王，甲祝福互伊的子民。伫犹太人的传统，做大水象征2个意思：第一，世界的混乱甲罪恶；第二，上帝的权柄和审判。尽管混乱不安的大水，就亲像是无法度控制的黑暗和罪恶，总是上帝的宝座踮伫这顶面，而且永远做王统治。这表示上帝会完全保护属伫伊的人，也赐予因新的气力。啥时阵，上帝也将平安的福气赐予伊的子民。上帝踮人的新心灵掌权做王，伊消灭罪恶，互人有气力过新生活，佮恢复有特殊的性命，互人甲人、人甲上帝有健全的关系，这就是平安。新约马可福音第5章记载，当耶稣来到吉拉森的时，有一个互鬼附身的人。身心灵拢受夹制，每工时不时在伤害家己。毋过，耶稣的教诲毋但将鬼赶出去，也互这位身心灵拢受极大伤害的人，通得到重新恢复正常的生活。安尼。这个人和家己、甲别人，甚至甲上帝，拢有和好的关系。耶稣的大能作为，
互人看见伊互人原本混乱不安的性命得到恢复甲和好，搁赢过一切混乱和罪恶。上帝毋领简单伫人身上掌权做王，互人对混乱罪恶中得到透放，伊也掌管世界万有。这几年，毋管是全球面对 COVID-19 疫情，也是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，拢带互人极大的痛苦。尽管疫情蔓延，国际情势紧张，咱还通体会上帝的同在甲帮赞。伫困苦中，只有上帝会当使人平安。伫疫情、战争，甚至人的心充满罪恶的时，上帝永远做王统治，看顾伊的子民。诗人讲，上主赐快乐予伊的子民，上主赐平安予伊的子民。所以，咱无失胆，也无失望，无灰心，也袂丧志，因为咱的神是掌权做王的上帝。默想，伫个人的疾病、痛苦、罪恶、软弱内面，全球疫情肆虐、强欺辱的战争内面，我还通经验到上帝掌权做王是无？伫信仰对找中间，我所经历的上帝是安怎的神？伫个人的疾病、痛苦、罪恶、软弱内面，全球疫情肆虐、强欺辱的战争里，我还通经验到上帝掌权做王是无？伫信仰对找中，我所经历的上帝是安怎的神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伫我内面有真济混乱和罪恶，这世界也充斥混沌甲邪恶。总是你有安定的力量，你的临在赏赐平安甲力量。求你甲我同在，互我恢复甲你、甲人、甲家己的好好关系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